捱咗3個鐘。要猜嗎？快點猜，我好痛，我好想哭啊！會害怕，因為自己的身體很不舒服，被綁住的那種不舒服。從前嘅我咧都唔明白啦，點解啲人咁早就要開始準備養老金，即係我哋香港所謂嘅退休金啦。直到最近我見到呢一幕。死路係指長者長期臥床，用尿片同綁手綁腳，生不如死。尿片零距離。我突然喺度諗，如果鏡頭前面嘅係我，今日對我哋嚟講係體驗，係一次體驗。我仲有冇得揀？但係對啲老人家嚟講，呢啲係體罰，即係一次又一次嘅體罰，無了期㗎。我哋成日都講笑長命82歲，但根據政府最新嘅數字，香港人均嘅壽命已經超過85歲，女性更加高達88.4歲。長壽已經唔係運氣啦，而係一個必然嘅事實。但係殘酷嘅事實係，有研究指出，健康嘅問題咧，好可能喺64歲左右就已經開始出現。即係話退休之後，可能超過20年嘅時間，你係需要面對健康同埋照顧嘅挑戰㗎。喺方餐啱啱片段入面嘅體驗，正正就係呢一個長壽風險嘅當中最無力嘅一幕。咁根據翻 BBC 嘅新聞啦，根據聯合國嘅人口統計，2021年全球超過100歲以上嘅人口已經超過62萬。咁喺預計咧，2030年左右咧，呢一個數字係會超過100萬。當然唔係到你老咗先至嚟爭，其實而家就可以開始去做。有人話我唔知點做啊，儲幾多啊，儲幾耐？咁今日咧就教你一個20-20法則。每個月其實只要儲起你人工嘅20%，目標就係儲起你足夠支付你每一年開支嘅20年嘅金額。當然呢個數字咧係要每一年去檢視。而唔係5年前、5年後都係個數字嘅，就好似我嘅客戶陳先生，因為佢喺35歲嘅時候已經開始咗呢個計劃，而家佢就可以好安心咁樣，將來佢都可以有人照顧，而且要揾一個最好嘅幫手，唔需要睇人面色。尊嚴其實係可以規劃出嚟㗎，唔想老咗嘅時候咧冇得揀。改變其實最簡單嘅一步咧就係即刻行動。即刻行動嘅朋友留言養老扣稅，我就會將呢一個熱門嘅扣稅年金比較表發俾你。今日開始嘅規劃就可以鎖定今年嘅扣稅額度。尊嚴同埋選擇係由今日開始決定嘅。